10米高巨型椰蛋树就摆在内湖卖场前，吸引大家的目光来拍照。周六晚间还有人气歌手白安、鼓鼓吕思伟还有萧秉治合力演唱。3人合唱新歌《耶诞夜惊魂》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不只有合唱，3个人也有各自 solo。这场活动除了卖场跟音乐单位，还有跟基金会合作，让弱势儿少一起来参与点灯的仪式，超级热闹。大家共襄盛举，为12月24号平安夜的公益演唱会暖身，希望能够让更多人都能一起感受过节温暖气氛。东森新闻梁俊堂在台北采访报道。